你搞事情。你们在哪里讲？要求你管。当然太乖了。我念了1个多月的一言不值，今天终于有用处了。不要慌。原来你们家是红心吗？今天算你们好运，你们走嘛。垃圾。哎，媳妇儿，信不信我不碰盘子就能把这钱拿走？不信。不信你打开看看。哎，知道，讨厌。你是有病吧你？那狗日的玩意儿！我行，睡吧，逗你嘛不？你睡吧睡吧。再给你这个魔术，什么魔术？把你脚给我一下，就是把这个皮筋套你脚上，这样一拉，然后就穿过来了。穿过来了？不行啊！打我！我手机。钱。喂，在干嘛呢？喂，搞我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老板，我以为想请两天假，最后关，谢老板。老板，喂。儿子，什么？是啊，儿子，说谁想？说谁想？说谁想的？你干的？你干啥的？你在打牙齿子？咋了？你在打牙齿子？我打了！你干啥的到底？你到底干啥的？我修车的。干啥的？修车的。
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躺大马路上你碰瓷儿啊？